但市政府正佇安平花瓶路邊的公13營地規劃台南第一座國際標準的游泳池。不過，日前體育局所召開的營地變更說明會引發地方里長反對，也讓該案出現變數。不過，議員李克維佇總日巡再注意專業訓練需求、交通利便以及台南長遠的經濟效益，向市府請命。要求佇5月28第二次變更說明會，取得佇安平設立的共識，加速推動。為什麼安平這麼適合呢？因為這個你這麼大的一個建設投資你也要考量到長遠的一個經濟效益、一個發展地方的帶動等等。安平這就是交通方便嘛，也是這大攏方便嘛。阮這飯店偌濟間的，你敢知？市長。這個觀光資源也豐富未來要是結合這個大型賽事或水域運動及周邊觀光發展，這個也都可以帶動地方經濟效益、城市運動觀光的一個形象，創造多贏的一個局面嘛。其實起一個游泳池是我一直要努力，包括市長嘛，足支持講來用這個游泳池的。但是起一個游泳池即馬長少要20億啦，即馬20億。我頂禮拜佇運動部時我特別甲迄個署長我嘛甲伊討論這啦伊講起一個游泳池一定要多功能的來用，而且這個地點一定要非常非常。這個沒有問題啊，這個我們來做規劃。我舊年佇9月19嘛有去做地方的說明會，結果地方的迄個里長多數攏是反對啦。反對等當然因原來有提因的一寡迄個理由啦，比如講這是公園的用地，你甲起一個游泳池了後，因以後淡仔要散步啦，會受影響。第二就是講，你一聲入來有千外個人佇遐停車嘛有問題。當然這阮甲意見攏提轉來做檢討。所以阮佇5月28號，阮把它做一個規劃了，阮閣要來甲因做說明。另外，面對運河慶祝100年以後的永續發展，議員嘛提出打造運河加比嚴格一條街的想法，會中運用 AI 景觀的模擬圖，嘛看見運河未來潛力。不過現況甲市民期待也是有一段落差，所以要求加速和運河活化，會當親近擁立市民的日常生活。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